路加福音第20章。有一日，耶稣伫圣殿伫教示人，搁传福音。有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做伙来，问伊：甲阮讲，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代志？什么人予你这个权柄？耶稣应讲：我嘛要问恁一句话，恁甲我应。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是对天，还是对人来的？因互相议论。咱若讲对天，以为讲安尼，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咱若讲对人，众人会用石头甲咱钉，因为因拢信约翰是先知。所以因应讲毋知对倒位来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我嘛毋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遮的代志。耶稣搁用一个譬喻，甲众人讲：有一个人开垦一区葡萄园，伊将即区园租互佃农，后来出外真久，收成的时到，伊找一个萝卜去佃农遐，要甲因收远年的果子。佃农甲伊拍，互伊空手倒去。主人搁找别个萝卜去，因嘛甲伊拍，甲伊侮辱，赶伊空手倒去。主人就找第三个萝卜去，因嘛甲伊伤害，甲伊赶出去。后来葡萄园的主人讲：当我着安怎做？我要找我所疼的囝去。因大概话甲伊尊重，毋过佃农看到伊，就参详讲：即个是伊的继承人，咱来甲伊杀死。安尼，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。因就甲伊ฮ็出去葡萄园的外面，甲伊杀死。安尼，葡萄园的主人会安怎甲因处理？伊会来走灭遮的佃农，将葡萄园租互别人。众人听到这话，就讲：千万毋通有即款代志。耶稣注意甲因看，讲：圣经所记载的是甚么意思？起厝师傅所去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。所有摔落去迄块石头顶的，会摔甲喙骨分尸；互迄块石头缀着的，会缀甲喙糊糊。一时，经学教师甲祭司长知影耶稣讲即个譬喻是咧指因，就想要当场下手掠耶稣，不过惊众人，所以因就找机会派密探假做老实人，要掠耶稣的话芳，将伊交互总督，通用伊的权柄依法办理。这密探来问耶稣讲：老师，我毋知你所讲、所教示的拢真对，无偏心，只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。阮历世互罗马皇帝凯撒有下律法无？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摕一个银币互我看，这有甚物人的伤甲字号？因应讲：凯撒的。耶稣就对因讲：安尼，凯撒的物互凯撒，上帝的物互上帝。因伫公众面前掠袂着耶稣的话芳，搁伊的应答，互因真着惊，就点去。有一寡主张无国外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老师，摩西所写的律法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死去，某夭伫地，毋久无囝，伊做小弟的，就带兄嫂替兄团庄接待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个带某，无囝就死去；第二个、第三个嘛带因兄嫂，7个拢安尼，无囝就死去。后来，迄个负责人嘛死去。安尼，国外一时，这个负责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这7个拢捌带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
今世的人有嫁有娶，不过未堪得对死人中搁活搁进入来世的人，就无嫁无娶，因为因是搁活的人，未搁死，甲天使相款是上帝的囝儿。关系死人搁活的事，摩西已经伫跌倒的刺皮迄段经文有指明，嘛称呼主是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因拢为着上帝在活。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你讲了真好。”因就毋敢搁甲伊问什么。耶稣对因讲：“人哪会讲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？因为大卫本身伫诗篇讲：主甲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，到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垫。大卫得称呼基督做主，基督哪会是大卫的后代？”众人在听的时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“着提防经学教师，因爱穿长衫行来行去，伫市场口互人请安，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宴会坐大位，因侵占官府的家伙，挑故意祈祷真长，因为受搁较重的刑罚，